用枪草。敢问令尊指示？相公唐来呀！相公唐来呀！我夫相里，半娘一呀。且慢，没相留，用为相离呀？哎，妾身面带乡里，6年内本是妾身的义父。哎呀呀，俺老夫人做了半世夫妻，应以长的夫人相离呀。敢问令同指示？是吗？羡慕王啊是啊，做贵人嘛，可有姜行义呀？说神啊，鸡呀天呀，有了啊，有啊，在头啊，有啊是啊，爸爸哪里呀？父亲啊，我呀要做买呀，买呀那用事啊，拜呀心啊，签签啊，太呀。相爱几天要莫爱，悲哀流浪来无处带，多望你父来梳理，但求奴家来命传他。我父身在回家中。不见人来飞迷财，满粮食讲起来很平时，满春花几讲他把答风良缘飞啊！且慢，四听一句，用为讲两用平真，谈俩口气就唔错了。但像一次，给隔壁邻舍还讲了当多嘅人言夫人唔是急，唔是急，慢慢讲来。父亲他在门村房将将跳，错恨天王术士将人调。聪明咯，不以不是病，无报干呐，是情人属实啊。也是我也失了主意，则有此报。天王术士讨钱元，可有本嘅钱元？并莫拿钱本意，就算黑油啊，岂能将家当真？把师傅
唱，共同歌啊！干我也苏回我夫要追难回呀！宋公同就该讲清楚啊！宋公同先打，四十奔呐！母亲入关，说难哎，聪明无啊！我呀，乃唔好三五言，无奈公堂因了口用，后爱用事派坏言论，落去见人天王妖。凤儿有乜解？是有有乜解？凤儿唔講，下個眼冇愛談咧。相公，妾身難以開啟。哦，難道係送風派上之事，你對下個兩位講來？看到吧，相公，你會退我也順言，本己出苦。公然放心，佢係延安一種，就愛審判公正，對人啊！太老爷何事吩咐？明日去到刑房，提出離奇口供，勞公文。遵命。烦恼相公，仔細端详就是。奉言放心，我此位仔細觀看，妾身去到後堂披茶酒來。有勞夫人。你其中緣故，我聽我詳細看來。哎呦，哎呦呦，用啊用啊，爹呀！你忙到上線多啊！哎呦，要佢比起來呀！哎，啲嘅咩？爹呀！啊哦，太老爺，俩蟲子對刑房一路比，就一路對趕過來。太老爷，要冲子聽得一側怪風，咻一下鼻到改片，又咻一下鼻到兩片，要冲子三腳嘞。我就該講乜嘅，喊退下。遵命。阿妹我喲，家家裏面小小。強哦！真是眼無膽，太愛看來。犯人離奇，求愛不長，地是人命。哎，這就奇怪了。婦人說他聰明羅不是模樣，是黑眼王啊！太愛詳細看來，犯人離奇。求愛不長，地是人命，哎，不好了！相公，何事不好？夫人，聰明羅嘅聰子，
相公儿童妾身爱他。犯人离奇，求爱不长，地是人命，满身是罪，求后就爱，就会嘛该？求后就爱处。处嘛该？处。相公，你有话不讲，到底处嘛该？从我满身是罪，求后就爱处神。我也满身是罪，求后就会满怎么？张黑，我苦命的父亲呐、夫人唔是狗，唔是狗，冇听错，聪明路要救。还有嘛个叫法？唐公顺安太人才保上宴，顺势你前去高仓，冇听错，聪明路就要救咧。好，妾身前去高仓。挨来写冲字。相公，你也会写冲字啊？相爱也是两帮出身，哪有唔会写冲字嘅道理呀？是妾身闷得糊涂嘞。事不宜迟，来人啊！闭门伺候。松下高聪人李，相公为何停笔不写？但不知夫人嘅真名系。呀，冲字上也会写高聪人的名相吗？冲字无名相，难道上凤庙高贵不成？妾身有名有相，爱相你名喊贵。原来夫人单名贵呀！哎，妾身是送名。给天一则是嘿，听你则是嘿记。原来夫人按到规矩，俺给严家。翠。李规矩，高聪不平，陈冲混呐，大才混中府，不拉上烟呐，马头瓦村呐。父亲乡里，单娘去呀，母亲归呀营，走不村啊。江夏自体有良计，在途后外用山村。父亲爱向做买卖，
见父天梦，你家门，赶归期，相公为何不下？夫人啊，但不得一个贤弟按到马改名啊！老太名喊波头，老太。夫人啊，莫叫，爱下，赶归地脚波涛，一家门内啊，被爱流浪。无处待，我夫身在回家转啊，不见义非己财，用事公平，看天时呀，春花洒光。出吉风来命运快，父亲结婚说难当同朝马叫啊，嘿不把那呀。夫人，葱子下好嘞，但不得，你晓得高葱我啊？妾身唔知，既然唔得，要下官之托。佢就有了相公。好，夫人，你来做顺安太人，挨来做你，来坐下来。晓得。夫人，天公爷打扮挨个水墙，前去高仓，我将葱子个个标的头拿当跪下来，喊我喊太人阎王。来人啊！将犯人金钗cầm落，朝后满席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素质松凤剑，这种神杀剑。天方神明，出京都啊！恶变贪官，将恶人诛啊！异想当初啊！苏北一家门啊！长得精彩我意，神啊，严肃啊！今年系369封高之期，你当神童历史左右啊，才思后了。准备。
茶给风，点青是风。太老爷菜送顺风狗令，东同安令，茶给如何？启禀大人，给风点青模式。头门唐诗时候，遵命。年兄抢了，年兄抢了，来此何事啊？烦恼同胞，报上言严令进谏。好，报上言进谏，参见。遵命。太人准你进谏，小心打发。哦，是。报上言严令，参见太人，不用。恰太人。贵言，太人，你乃是一见之主，万民父母，一当有三保重，有恶执法，那有恶责强风，莫怪本言。太人告示，别致谨遵。贵言回衙理事退下。也正告退。向太人下令，挂起控歌牌。奏有啊，嗨，挂起控歌牌。遵命。年兄抢了，哎呦，年兄，你忙回衙去？强慢回府，有个汉子严王师太，等不过3日，向太人提议求强，请审此案。年兄，稍等意思，太爱老你回禀，